关心这是大高线这段路，因为超速翕相机足够翕相，网友就甲伊标示落来，提醒大家注意。真侪人拢会使用 Google Map 来找景点。伫地图顶悬这个号做三眼镭射提款机的地点，你感觉是啥物呢？提款机吧。有一项电话是测速照相 ATM 是新型的 ATM。对，提款机、翕相机暗分袂清。有日本游客咧规划台湾东部的行程的时阵，伫咧台九线425公里的所在，看到这个地名，就是讲这是一个军事设备。才超工走去遐看，去到位煞简单看到看茫茫的大海。警方解说讲 ，Google Map 会有这个景点，其实是因的秘密武器——三目测速机啊。因为本分局针对这个易肇事路段实施交通稽查，民众打卡是可以用来提醒用路人经过本易肇事路段更能提醒大家民众减速慢行。无毋对，这个机桥地点毋是提款机，是三目测速机啊。顶悬2个圆孔是镭射孔，也若下边这个就是镜头，毋但会当翕相录影。伊的镭射距离上远3公里拢掠会到，有的车友甚至甲号做三目魔神啊！有真侪人经过这个路段，拢互人罚钱。所摆才有民众超工伫个 Google Map 顶悬来标示这个曲速的地点，毋过毋通看鸟的无点。去年才单用尔就处理1500件违规事件，逐张罚单上少1200块起跳，上少替国库赚买180万。这个曲速地名除了伫个网络来称作话题，嘛提醒用路人经过这个所在都要驶较慢的，安尼钱才袂去互魔神仔丢去。记者综合报道。